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道不吉尔。咱们这好长时间没更新咱们这个视频了，家里有些事儿，完了我出门耽误了一些时间。今天咱们来到这个咱们鄂温克区里边举办的一个大型活动，就是伊德西冻臭肉的一个活动。咱们当地的一些特产什么的都拿进来，就是相当于那个赶集似的那种活动，区里边举办的。咱们到里边去看转一圈吧，是吧？好，咱们来到咱们这个老乡的这个卖肉的地方了。他们这就是伊德西的意思，就是咱们冻臭肉储备的一些肉，把它拿去冻上好的，就这个意思。好了，这就是咱们好利宝嘎嚓的大哥，他们把那个自己家的牛带过来，在这整完了就是卖肉呢。大家看看这些肉是多好的一些肉啊！这就是黄标牛排，他们是从那个新巴尔湖又去过来的，然后他们那边的肉质也很好的。大家看看这个黄标，这就是那个牛尾。这个是那个团结肉，这个色日肉，这个大色日肉，对，咱们那个打比赛就是打这个骨头嘛，对，把这个肉都吃好了，清理干净了，就是打比赛嘛，打这个，对。第二，这是咱们这个布里亚特一些小姑娘这边跳舞呢，大家看看吧，她们穿的都是咱们这布里亚特服装。到了咱们这个布里亚特美食。就是一部分就是面食品呗，这就是咱们经常吃的那个千层酥。好了，这个是个千层糕，这些是大块的那种的。这就是以前咱们小时候吧，咱们那边没有厂店，完了就是用那火的那个铁路箱子里边烤出来的，那时候那么做来的，有的地方糊了，那更好吃来的那时候。这回他们现在都设备啥的都全了，就有电了，他们都用电烤箱做呢。现在，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咱们这个呼伦贝尔地区这个野生水果，就是处梨子。咱们这个所有的这个千层糕嘞、千层酥嘞，这里边中间夹的都是它，把这个整碎了，好了就是中间夹上这个，看这一层的红的，这就是处梨子。这个生着吃也挺好吃的，这个东西。正手工，这就都写着无添加剂。这就是咱们这个自己家的牛奶挤好了，完了把这个整出来，这个奶酪，这个又脆又好吃。这个现在咱们手里抓的这就是那个骆驼奶子整出来的酸奶，这是咱们邻居家那个扎布格家自己做的一个特产呗。这个托木人家，大家可以尝一尝。大家看看，这就是咱们这个布里亚特包子，这个面皮是薄的那种的，完了一蒸个15分钟就完事儿，可以吃的。咱们要是从外地来的朋友吧，咱们首先让他们体验的就是这布里亚特包子，第一个让他们尝尝咱们这个家乡的特产。我们来到了咱们这个布里亚特服装的一个摊上，这个大家看看，这个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个大哈。这个大家做的，这也是卖的，这是山羊皮子做的。好了，这就是那个牛肚皮做的那个蒙古袍儿外面套的那个短袖的这种的。好了，再有这个布里亚特帽子，红顶帽说是，这里边他整的是这个羔羊皮子，这就是咱们布里亚特帽子特点呗，这个红顶帽。往那边看看，他们穿的都是这个，我穿的也是。咱们来到了这个咱们传统手工做的这些奶制品，这些都是纯奶制品，纯手工做的。这奶皮子，行好。这是女士。好，没有玩过的朋友们，
这冬季咱们每个周六都有这个活动，这周六是咱们这个悉尼河西苏木的，想买当地的好的奶制品类，完了牛肉啥的都可以上这边来买，放心的买吧。完了就是还有一些文艺演出什么的，大家可以都过来转一圈看看。